下。重新放嘛。交去了，对，浪费电池。
教育。我刚刚说了要不要，我刚刚不要，我给不回。啥信息？这个橘子什么橘子？这个属小高啊，那个一下就想不起来了。啊，去了。你那跑位的伞还在用没有？在用啊。然后基本都拍出来怎么样？晚上比可以，基本用那个就不用相机了，好像。就是在基本上要好。在我场里拍，在我场拍咋样？都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只是它太宽了，它这个镜头太宽了，它相当于1.8那种，比24还宽，超广角。哈哈哈哈！笑！全部拍进来了。你们俩一起吗？一起嘛，反正他们撇他单独撇的。要10块钱啊！我跟你说，要10块钱啊！要10块钱啊！加油！名字怪怪的，嘎嘎松松，就是跳过几次啊，跳过几次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不就有点还有点短。
脑袋贵，那是不用说谢谢。哎，不用说谢谢。哦呀，对，这才好。哎，那是这个。叫卧底警察？谁叫什么叫他名字？为什么叫卧底警察？听错了，没听说过，我只叫他听错啊。他是他自己卖东西啊，没来，这段时间都没来，应该在老家没有回来哦。我搞忘问了，应该问缺针才知道。我今晚问一下，我要不这两天问一下，我问一下清楚。坐在哪个位置？他回来肯定要在这边跳舞。太热了，成都现在还将近40度，所以说晚点回来是最好的。放这样的，放音乐，来，都放。我好好看一下小龙，他不好好看，要放跳。哎，等一下，小小还没，小姐还没准备好。笑死我了！他们背着背着就没了，这玩意儿。开始啊！在这看，看好，看这。还是用相机拍好一些吧。
这个